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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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怡姐。怡姐，我觉得你今天穿的大衣啊，好好看哦！你的胎欧剪裁很棒哦，它的长版剪裁不论是搭裙子还是搭裤子哦，都好好看呢。对啊，你刚刚说的胎欧啊，其实就是大衣的意思。冬天的时候穿起来真的非常的暖和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太厚重的话，可以考虑的是嘎贝。你说的嘎贝就是背心了。有时候呢，加件嘎贝啊，真的会觉得蛮保暖的。那如果说觉得胎欧太厚，还有另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像我一样穿风衣。风衣啊，敏华最爱了。风衣呢，就是风衣的意思。冬天的时候穿起来不仅御寒，同时防风，而且非常的时尚。当然，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天冷的时候可以穿背心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天死卡郎走得走嘎贝，天死卡郎走得走嘎贝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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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呢，就告诉大家天冷的时候怎么样穿，保暖又时尚。小姐，我要买这件嘎贝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小姐等很久了吗？啊，还好哎。你这件风衣很好看呢。刚新买的。你看我刚刚也新买一件嘎贝，因为我超怕冷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件嘎贝。你怎么没有买胎欧？胎欧太厚重了啦，我超怕太厚重的衣服。是哦，你可以选薄一点的啊。今年冬天很流行。对哈，那你陪我去看好啊。走。刚刚胎欧好像就太厚了哈。你看这件胎欧好像就不会太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看起来好好搭哦，你陪我去试穿看看。好啊。好。敏华，看你这样逛街，我自己都好想要买一件风衣哦。我告诉你哦，风衣啊，真的是百年不败的经典款式呢。这个我承认。不过要我去 shopping 之前，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就帮大家复习一下敏华穿的风衣，风衣就叫做风衣，风衣就是风衣了。那怡姐穿的大衣叫做胎欧，胎欧就是大衣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胎欧太厚的话，其实可以穿嘎贝。嘎贝就是背心了，而且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天冷的时候可以穿背心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天死卡郎走得走嘎贝，天死卡郎走得走嘎贝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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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就教给大家冬季的时尚穿搭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